继续来看台南一间国小，有一个8岁学生上体育课，甲同学伫遐咧提熊。代课的体育老师怎甲处罚走运动场100年？事后男童的双脚有过度运动的肌肉扭伤，这个扭伤家长不满怎去投诉？体育老师怎互这个台南市政府裁罚6万块？老师不罚，提出着行政的诉讼，主张讲伊只是滚耍笑，并不是体罚。不过法官讲，就算是滚耍笑，也是无法度推卸责任，因为学生真正受伤了，驳回伊的告诉。台南一间国小，一个8岁囡仔伫上课时，被要求走运动场100年，走到筋肉去伤到，家长真不满，去学校投诉。原因是因为可能老师认为他在找其他的学生聊天，在上课的时间，那他可能继续跑完了之后，然后又来问老师说：“那老师还要再跑吗？”那可能老师是表示说开玩笑，然后请他再跑100圈这样，那所以孩子就继续再跑。代志发生伫113年5月，台南市社会局认定，这个姓陈的国小体育的代课老师违法，罚6万块。不过，这个老师不服，佮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提起行政诉讼主张。该市未于期限内陈述意见，儿少保护案件行政调查委员会议经与会委员认定事证明确。姓陈的老师强调讲，伊毋是真正要求这个查甫囡仔爱走100年，是滚耍笑尔，毋是体罚。迄一天嘛，第一时间将这个查甫囡仔带转去关心。是讲法官认定讲，就算老师只是滚耍笑，依然无法度推卸责任，因为这个查甫囡仔确实有受伤。一直到同学阻止，这个老师才将囡仔带转去，所以讲判决驳回告诉。他是代课老师，他是第一次任教，就是那一次事件之后，他有自动就是表示说他要离职。短时间过度太激烈的运动。有可能会导致肌肉的横纹肌受到破坏，所以导致急性肾衰竭。当事人已经无伫学校教册啊，毕竟教育的现场，就算一句滚耍笑的，依然和这个学生囡仔受伤，所以讲伫校园的管教分寸一定要正明确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